在地人在地情，继续来看婚林当地做春仔花工艺师，每一年拢会做春仔花献予婚林县各大庙寺。北港朝天宫伫个过年前会放跋杯，甲这个春仔花炸转去保平安。今年有信徒连跋8上杯，甲这个春仔花，甲这个好运拢炸转去。 参拜活动民众跋杯，就是要来求这春仔花。这个甜花工艺师林培英，当年拢会甲学生做伙做春仔花，献予北港朝天宫的神明。朝天宫卖伫过年前，将规个春仔花换做新的，换落来的花就好乡亲跋杯炸转去。今年有信众连续跋8上杯。换春仔花，到们家的神明厅看水，做纪念。 工艺师林培英讲，将春仔花摕来服侍神明的民俗文化，来自客家，而且当年献予神明的春仔花，拢有无同款的意义。像今年我们有蝙蝠，有桃子，那就是有福寿。今年透过民众跋杯，总共产出8蕊的春仔花，这个活动已经8年啊，希望讲会使继续落去，带予乡亲有特色的新年祝福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